说呢，你另外姐姐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。没有，你都有看你节目啊？当然啦。有哦，可是我们礼拜2没播呢。我知道啊。罗佩强，不会强啊，不会强，没有套好系冇。哇，鱼标今天海两风好就会有啦。没有任何鱼你不能掌握的，除了美人鱼以外。咁我嘅鱼标系熟悉嘅，那等下标落去，机会比白呢。我们有徐师傅在。这道菜完全显示出你的少女心呢。真的。要放 Hello Kitty 在旁边才对。我有感应到了。哎，马个东西。我有猜。看看你个蛇毛好咧。应该是拍枪哎。哎，厉害哦！你有透视眼嘿哦。还有那个花，那个花。哪一个花？哎呦，那个莲花。对呀，装饰。这个摊走刚刚拿着来吗？来了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跟住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苏坤，一家之主，係鐘白橋。今日同朋友要過多上來到我嘅故鄉苗栗咧，嚇！誒呢啲下菜嘅蔬菜呢係中南嘅豆邊，對，非常有名嘅哈，當有名而且香放當旺哦，當當你來到呢下時，一聽嚟有豆邊氣球片我一下。裏頭呢一片嘅幸福宮吼，除了吼最有名就係呢一片白仙嘅白貢之外，我哋還有埋最有名嗎？還有一個特色哦。嘿，3+10按到海兩風。哦，你諗到一個神係嘛？我廢嘅。馬上嚟分享到田勝先生，嚟分享到中南嘅海兩風哦，分享到阿資料師傅。各位觀眾你好，阿資料。阿兩個好。有神快拜，有神快拜。哦，大家看一下呢一片吼，咪係當厲害師傅吼，歡迎金有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好，今日呢分享到兩個專業師傅，三下來分享到嘅係今日嘅潛水站，風吹嘅係兩位表姊妹哦。首先來分享到龜球記劉秀成記，耶！歡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馬上嚟當槍姊妹耶！係啊。當槍誒，好。好，來看一下咱處呢一片哦，今日嘅來賓係來自通羅鄉嘅母子檔。劉青雄來了，劉小倩，掌聲歡迎！來，佢哋阿妹強下來呢，哈。當都好，而且春蘭哦，就像春蘭就像陳啊，姑姑們都陳春。係咯，咁講，機動車圈符係你嘅忠實粉絲。真的，加分。謝木坤啊，請教一下特別有冇間你推薦好教好食好靚嘅？產業嘅文化館，哦，地方有文化館，哈，有介紹人哋產業嘅資產過程，啊，也有人嘅資產集團做陣嘅縮小版本太家欣賞啊。真見啊，呢個細模型啊，你係冇？係啊，來探看一下咱處呢一片，因為記得係來自通羅嘛，記得係推薦嘅景點哦，我自己未有去過。來，讓大家分享一下銅鑼好玩的景點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係哈比丘，伊一下苗栗當有名嘅打卡景點。日本咩有盪秋千啊，唔是以日本咩做嘅昆島嘅水豚君。對。當電影寫個，其實喺地北度還有細細嘅屋啊。就係從哈比人帶嘅嘅素材啊，用當電影寫個。也都同樣特別哈比丘，也特別有一個專門去遊覽嘅素材。係啊，錯。好，本台下做一個參考，唔過呢，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因為體育館呢，兩屋卡都已經拿得屋卡嘅秘密武器咯。馬上可能又係諷刺哦。龜球記，你係乜嘅？鹹冬瓜。鹹冬瓜，自家做嘅啊？自家做嘅。做真係開下喎。開個當香呢。用藥嘅做乜嘅料理咧？鹹冬瓜炒白菜乾。哦，青菜體嘅客家料理呢？嗬，白菜乾要自家洗嘅。自家洗嘅。哇，太讚了！我們已經蓄勢待發，一聽我講。係啊，除了嘅鹹冬瓜之外哦，嘅白菜乾哦，你算係秘密武器咧，嗬。係啊，好。鳳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哦，加油！你看一下咱處呢一片哦，帶來個秘密武器哦，算客少看到，你係買東西啊？羅佩強，
不会强不会强，没有套好係冇。不會強嘛，你上看啊，冇強嘅路皮強嘛喲。一槍用使迄個旋風就一槍用。啊，今年有那倆不會強做乜嘅料理啊？不會炒米粉。不會炒米粉哦。貴種家鄉嘅料理吼，等下做出媽媽嘅美食。好，啊，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冇？有。果然係射來就冇強用哦。錯，兩組呢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來，快啲開始做咯。誒，家下咩要講發財乾，發財乾喺度，看一下，這個西係冇？這個西哦，要西幾叫嘅啊？做番甜食啦，公園加西啦，越叫越強哈。哇！這成長過嚟煮牛肉，真勁哦！哎，入面還個皮超凍漿誒，吼，粉鋪都嘟好ăn咧。啊，發菜乾係用乜洗出來嘅？就直接洗係嗎？切啦，燙一下，先燙過再洗啊！啊，樣洗好先洗。我燙過以後，嘅底部嘅水分唔會下多嗎？唔係，你燙一下就撩起來。哦。聽說呢？你兩位姐姐也是我們的忠實粉絲。你都有看你節目啊？當然啦。可是我們禮拜2沒播呢。我知道啊，禮拜3、禮拜4、禮拜5啊。哦，太緊張哦。這個很忠實粉絲。對啊，連阿亮哥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播出，你知道？我記得，你知道。拍主條幾多點？3點啊。哦，又考。第二個都進來了哈。基本嘅炒米粉吼，因為東因為用嘛個旺鋪啊，咁講呢都用乜上到用烏蚵乾啊，烏蚵簽嘛。咩卡少年啊？又唔會來洗嘅。通路總品都出產嘅有誒。哦，你都不慣總品。對啊。客家媽媽哦，都有一個天生的技能，就係炒米粉。對啦，我們這客家傳統的，就是客人來了都是炒米粉。啊，平常時吼，炒米粉哦，係用烏蚵簽係嘛？係啊。啊，冇用其他嘅食材。有啊，嘅蝦米撈香菇，個豬肉。哦。點解因為按難得老來嘅向來比賽咧？幾多隻來嘅啊，姐姐？2個。2個啊，而喺客梯嘅係嘛？係。哦。對你按油烤啊，哈。也一顯好啦。你係乜嘅蚵漿啊？我破烏嘅腸。哦，這個已經有做過了嗎？這個是有產乜嘅粉啊？麵粉撈嘅地瓜粉一系列，是不是有點像泡菜啊？哦，可是佢冇撈嘅集合。要酥，米粉炒起來加在上面，酥脆。哦，有點像蛋酥啊。還要加下去炒。哦。那這樣油溫應該嚟高吧？係啊。等下會加水嘛？唔是。我們是孔蓋片哦。你保吹。哇，標都很香哦。就會安用。太香了。對。哎，這個太香了啦。哎，暗冬瓜蠻冰哦。姐姐，你煮飯一定懂好食哦。還好啦。有些人一定懂好做不看哦。你剛才講還好嘅細節哦，我看得出個口氣嘅地位對個炸皮嘅感覺。對哦。幾兩衫會冷定哦，煮本超過53個色咧。係哦，安尼鹹冬瓜嘅泡水啦，係啦，安尼鹹冬瓜直接不用我燙鹹，對，安尼泡一下水哈，一水出來就。但吃米頭哦，當你還好嘅，嗰種冬瓜水係流嘅啊，平常是煮本乜啥色啦？安尼關懷據點哈，我下當然要煮啦哈，啊還有。去做志工啦，哈，去個關懷據點煮飯給長輩吃啦。我吃的會挑油嘛？挑油是啦。哦，因為本性是凍鹹的哈。而且你看，我們連切的都很漂亮。對啊，恰豆。這個真的懂厲害。係蒜苗係嗎？係蒜苗。哦。啊，老皮係乜啥切的？切到按醬係嗎？秀春記啊，你看。秀春記啊。哇。對啊。秀春啊，姐。你今天一定要講個3句客家話哦。冇啦，佢等我講啦。佢講太家好啦。哦，留意咧，啊，第3題咯，已經好吃。
好色，哦，真的，好色。好啦，刚才應該答嘅差唔多誒，嗱你嘅答嘅就差唔多啦，哈，謝謝。你知道香嗎？有哦，我們就是聞香過來的。米粉美料魚類咧，啊炸糕類咧，小千哥等一下應該做嘛改？那就估計13呢。啊，你的部分結束了。魚標。今天海兩風好就會有啦。沒有任何魚你不能掌握的，除了美人魚以外。可是會吃標骨標嗎？糖冻是按的啦，那你要多吃嗎？他剛剛在休息室就狂嗑魚標在那邊。啊炸糕類咧，小千哥等一下應該做嘛改？那就估計13呢。啊，你的部分結束了。對，炒呀啦，炒呀豬肉。做啲強下炒啊！那就麻煩小千哥咯。哎，平胸西豆腐卡就煮菜嗎？有啊，要曬過了。曬過了還可以嗎？兩國交換，攻守交換。來，讓聽show。小千哥應該有兩片。佢是食油的。所以先炒肉，先白香的啊。先本去白香啊，哈。嘿，白香了。油會唔辣嘛？油冇按多。做嘛嘅油冇按多？吃的太膩，會油膩。哦。現在的人養生。哦，應該買架醬油。哦，嘅條魚係一塊時哦。哇，厲害！雞油呀。糖肉油多點開。來咯，你打開。安排些。唔會。高麗菜放下來。這家不用啊。那個紅蘿蔔絲啊。我看得出來吼，那個小千哥可能平常去做透露下無限啊吼。因為動小就忌諱讓媽媽窮下煮菜啊，但我覺得今天蠻難得的。該係味淋哦，該咩香菇水哦。咩？哦。哦，嗰個等下揀米粉東西就差唔多啦哈。玻璃菜冇全揀嗎？啊，用錘芒切，用錘芒切啦。等好了再下。哦，因為時間差唔多會到了哦。應該是。好啦，乾油差唔多，Andy 之前來倒數咯。加油哦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嚟試試看鐵管力度，乃無開面試較針對哦。好，兩家呢拿出自家嘅本店變化出料理，想試試看下風趣嘅咯。誒，你睇發菜乾，堅味硬硬，幾斜斜咧。發菜乾即件當車當好食，行家有嘅鹹冬瓜、薑冬瓜嗬，唔會同鹹，那間大槍食咯。咩都都好，面試講唔會用。要煎鍋，要煎鍋嗬。煎鍋嘅糖嚟，安尼燜那個白菜乾。懂咱們的。老師春季你吃到嘞？好吃。啊，將來這已經許多風水改變咗，兩頭吹做用版。發菜以後是冬瓜呀，以後是車車。哦，完全係下攬水兩片嘅魚兒炒米粉。鋪過嘅魚兒哦，意正呢。我會講啊，如果來蒲哥哥係經營啲片上，當菜鐵嘅客家米哦。貴州青你知道咧，好什麼？新陽要五味甜炒米粉，180度。真好食安尼。對，一比起一般，迄個即隻不會落去炒滿香，感覺炒白白香。新陽真好食安尼。好食。就春季你知道咧？芋頭酥還不錯，吃得蠻下口，胃口蠻不錯的，很開胃，是不是？對。乾米粉 QQ 哈，很 Q 彈這樣子。哎呀，特別青藕呢哦，好食好食。哦，佢用晒去做凍河啊！然後自家去公平一下。哎，玻璃菜，聽講自家裝嘅，車上上。魔鬼暗甜嘛。自家裝嘅。自家裝嘅啦。香港嘅玻璃菜係最美嘅是這張表，所以保持脆脆甜甜。對啊。哎呀，小千哥，換你按落一下牙咩咧？牙咩煮嘅清好食，吃也不會膩。真勁！香港嘅魚兒香氣係最繞勁，因為剛才講。比美無疑是魚兒乾啊，魚兒塹嘛，哈。對啊。那個香氣真的佔了很大的靈魂。真勁厲害。好，等下還會緊張嗎？還好啦。哦，不宜下緊張哦，因為我們要來請師傅來評分了哦。哦，睇一下。
他不会紧张了。好，那你也不要紧张哦哈。好，马上呢，等下就本师傅来手里的评分喽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先来请子龙师傅抢本分数。冷水日本，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阿凤哥抢本分数。哦，已经冠标手。子龙师傅先抢公平哦。两边拢非常有特色啦，拢可以夹到七架做的秘密武器。好，尤其人家风吹那边夹个寒冬啊，780度可以切。对，可是你没有选我们啊。我慢慢解释。其實炒一寒冬瓜啦，發出嚟講㗎，佢本身曬得當好，但是我知道叫做炒嘅時間可能冇炒到。哦，冇炒到。它冇嘅本身嘅香味啊，所以它大爽一些。南水那邊呢，佢本身嘅調油有炒到，有香味，但是有一些大爽都係下邊咩冇乜逼到啦。但是我所有人嘅評分可能係喺香港嘅調油有炒到，所以係選擇南水啦。謝謝。大家來看一下阿鳳哥嘅公平。好，我係想法，我係本街風團，我係想法吼，佢個三星要炒到檔吼，個寒冬瓜油啊，一切都要炒到，水梅油變到個花椰菜乾，變落去要切到去切嘅，哦，所以我本兩片，哦，我冇本難對，我係想法真緊凍可惜啊，其實佢個炒米粉油啊，佢要一層落去炒，主要炒好變乜個香菇啊個變個小蝦米。我未當期待你會該無cham啊，唔過你會該冇炒出到梅頭啦，所以我本幫對啦，好，感謝，點樣？啊，打上第位，唔該你哥哥，一組都會得到1分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看一下子龍師傅帶來乜個好料理，我來老太茶分享呢。夾夾出太菜。又到人哋會兩網來表現人嘅招牌料理嘅時節，今日兩個食材要當對時，先來看一下菜苗都乜嘅。日式炸魚標。哇！魚標。今天會兩網好似係有魚啦，沒有任何魚你不能掌握的，除了美人魚以外。但是今天就有像啊，帶的像掌控啊，像掌控美人魚是。咩魚婷婷係魚標呢？魚標上到安用英哦。魚標就一樣，今日主要食材就魚標多一片，港菜部分就會用紫山藥、白山藥、紅蘿蔔，嗰個大黃瓜，唔係一聽過我也是用啦。配色啦，也就皮是用色，解膩，也用嘅越南春卷皮來包皮啦。越南春卷，來，好朋友不愛，請我們的春皮好嘞啦，越南好朋友啦，越南來的好朋友。這個是所謂米餅嗎？米紙。有一半我們就是吃這個啊。它就是米涼拌。有一個來賓就帶過，佢係用辣梅嘅口梅啊。其中一隻米紙啊。那今天我蛋強血壓誒，浸水。我打個浸水愛爆嘅。我有魚標愛炸，所以我會有麵包粉、麵粉，嗰要生嘅卵，也係生嘅雞卵。哦。你冇要準備熟嘅雞卵，愛撈呀魚卵，嗰呀美乃滋多一隻醬料。好難哦。然後再搭上日式的要柴魚絲3島香鬆，去提味。是但米豉就會冇重要。魚標啊，有軟軟的佢破會得咯。破會得，但係繼續看下伊做。糖起來凍困難呢，不過你啊，今日主題係夾夾出大菜呢。一當夾一下都會，唔是那個開下一下都會。要紅蘿蔔選3個。哦，因為人家最難熟嘅。最難熟嘅選3一下。要魚標呢，一般買專一去兩摸冷凍啊，冷凍過嘅魚標，所以會浮浮。哦。我想問一個比較18禁的話題。可以來。這烏魚標它是指它的什麼啊？係啊，佢係買。類似像給夫類安尼啊。哦，黑卵。哦，黑卵。主要就來切細啲，因為魚標本身啊，有一些香味，所以唔好切條太大啊。那有一些像嘛，像奶酪還好。我覺得比較像奶凍卷啊。對啊，蠻可。奶凍卷裡面如果包這個的話，一般可能冇辦法，因為要佢本身哦，真係凍香，你處理冇辦法。慢熱烤，批工一批都都唔掉。一般轉了以後，我就會了用清水洗過。洗過以後當來滷。就按嚟洗。大家看得到哈，菜可以看得到嗎？大家有食過魚標嗎？冇，冇食過。按嚟洗就吃得嚟離皮咗嘅。一個蛇果凍，還好窮嘅奶酪呢。對啊。米酒、胡椒粉、鹽，一系列就會啊。你滷嘅按嚟聽咧。我哋要學出經驗凍小款的誒，這個算是
哪一种国家的料理下都會用到嘅魚標啊？台灣就會做麻油魚標啊，正常嘅做法都係一出隻做麻油酒。好，大家有冇問題？來，伯謙問一下好，來，大家地理一下師傅會做乜嘅嘛？魚標。魚標，我跟你講，魚標料理3個字，狗善慣。哎呦，係冇？但是哪3關呢？大家做呢個看一下，貴秋節啲嗎？火鍋。誒，芒哦。第一關係乜嘅師傅？有嗰3關哦，第一關係麵粉，第二關係卵，第3關係呀麵包粉，先送呀麵粉。一起哦，咩幾條不了？我技術較冇。你這樣子很像娘惹糕哎。娘惹糕，嘿。啲梅頭可能肉都有衝啊，肉都有咁感覺啊。你要嗰3關以後佢炸嘅個麵絲就會冇安全。哦。它炸過真的很像是奶酪炸過。幫我壓第3關。好。他說台灣人學緊麻油魚標啊，咁我基本上做係泡過嘅，炸過的跟手上面會下燒。而家我調醬料哈，嗰一片係像前夫人係先炸呀魚標。魚標佢本身係生嘅冇熟，所以如果差唔多在90度左右嘅，80到90左右嘅就要先下去。有啲煎一下炸一下安尼，都唔得長過一下佢啲不慢熟安尼。不是佢乜咗油？唔係，要麵包粉一般都將油嘅長度都冇乜有可能。咁我嘅魚標係濕嘅，一底下標落去，機會邊邊邊呢？唔係，要麵包粉要。唔係，有徐師傅在。有徐師傅在。好啦，落鋪啦，來，我幫大家看一下。真係像炸奶酪啊！嗬。一個蔬菜燙過嘅以後。就過濾，即係變到變水啲。一邊嚟調醬料哈，前面醬料安尼半碟就拉研究啊，這樣研究呢就做得。哦。是要做蛋沙拉嗎？對，蛋沙拉。哇！你一片係卵係乜嘅卵？要做魚卵、魚子。因為魚標嘛，是要用當然用嘅。有2種啊，另外一種係蝦卵。那你有吃過龍蝦卵嗎？有啊，以前挺有哦。魚卵本身佢有，如果有些鹹哈，所以我就標一些糖落去就做得。師傅，你家下要撈大家講，做乜嘅？你一下會用嘅烏魚的魚標嘛？對，烏魚標本身冇咁出色。那其他的魚標不會打慫嗎？只要魚標可以做麻油魚標或是紅燒魚標咯，味道比較重的。味道較重。可是董董你係食嘅沙西米魚標，這做沙西米什麼？做沙西米哦。一般魚標冇可能做沙西米食，因為佢本身還有一些的細菌啊、菌類。哦，對。所以身體會較冇安好。可是會吃標補標嗎？糖貢是按的啦。那你要多吃嗎？他剛剛在休息室就狂嗑魚標在那邊。哦，所以你剛剛是奶酪。醬料按的就調好了哈。對啊。話題轉好快哦。想說早上他怎麼就馬上就吃奶酪？對啊，你今天早上帶10條來，怎麼剩2條？對啊。可以發鮮的哈。然後你都而且保養蔬菜，然後就裝水。哦。今天它變軟了。哦。變成水湯就做的，然後就來包起來哈。包的時候看清楚了喲。你就單純包這個，不要把魚標包落去嗎？不行，魚標包落去會冇重要。不是可以用吃料理哦。佢一個組合性的一個料理的呢。組合性的料理。不是你要去剖嗎？冇唔是。你講得好抽象哦，提出個口感。你身邊呢？誒 QQ 哦。而且要整菜包的係嗎？這道菜完全顯示出你的少女心誒。真的。Hello Kitty 在旁邊才對，我有感應到了。誒，馬嘅東西。我有猜。看佢嘅蛇魔頭咧。應該係拍槍誒。太厲害哦！因為透視眼係啊。身邊呢？誒 QQ 哦。而且要整菜包的係嗎？咩？這叫周郎盤是咯。佢準郎盤老炸組合啲呢。哦。所以你看，啱就是差唔多好咧，要啊。所以係看蛇魔個，唔是要搬啲凍一下。唔是，你要素素咧啊。哎，就做得就素嘅，硬硬咧。你看，家天生嘅魚標係硬硬看。硬硬咧。啊，用啲咬下去軟的硬硬誒。軟呢？那這種咬落已經有爆汁爆漿吧？會燙到。會燙口。
哦，所以要先炸起来，不用顺它，等下就唔會。小冷氣，有冇問題嗎？看台廚師表演。哦，而家就嚟對切啲咧。啊，對半切啦。哎，不用。你動好看呢，冇講要準備4種嘅蔬菜。哎，食水就會凍哎，這道菜完全顯示出你的少女心呢。真的。要 Hello Kitty 在旁邊才對。我老恁講，假使這種香菜係水風色的，它一定用4個顏色都用。我而家就留一加調好嘅醬料。亂咯，跟美乃滋。不用切上去。像藝術品一樣。係啊。係啊。哎，而家留一魚標不用上來哈。哦，不用到水當擺哦。哦。你那係安用哦。而家你再不用加一些醬落去哈。哦。哇，好讚哦，做得解膩哦。哎，而家不用3島薑鬆。哦。 3島薑鬆哈。 懂有層次哎，沒想到你是這麼有層次的人呢。真的嗎？嗯。好。我聽主要係呀一樣東西啊。咁樣㗎？哦，我知道，寫書節，不平嘅書節，醫生會本來寫的。梅林辣醬油。 OK。梅林辣醬油，它有些選吃的米絲，我傾呀魚標的米絲。梅林辣醬油，那一擺頭魚就買正差。佢呀本身有些烏醋的香味。哦，合算呢。哎呀，就來研究了，台語來研究了。 像仙女散花一樣來看，看你那個你是少女散花，我是少女散花，很漂亮哎，東江。好，真勁真勁。前面日式炸魚標，阿娘就好水咯。 料理呢，對下嘅季節地度來說啦，一定係進步嘅，好下嘅魚標嗬，睇下來，看下試試看啊，完全冇乜嘅出手味嘅。cái水當個嘅魚標啊，泡過以後外酥內 Q， 韓國嘅下背吼，我放個香菜強下去咯，下面全部是酥脆，上面 QQ 嘅，個口感非常的有層次。龜球雞，你知道咧？ 去拜師亮嘅魚標料理安尼哦，有個亮嘅，即真正安尼。即當正哦。係啊係啊。秋春雞，你知道咧？口感清爽，酥而脆。來看一下咱水裡片吼，用咱啊這個魚標嘅想法係乜嘅？外酥內嫩，像豆腐一樣很好吃。哇！那個蔬菜又很脆口，一級棒。哇！啊，小千阿哥咧？ 魚標的口感吃起來很綿密。我們通看一下西師傅哈阿鳳哥對阿亮哥做嘅評價形容版。哦，其實佢阿亮哥佢做了菜要真正當我是，佢普豆有嘟嘟好，啊搭配該蔬果落去是解膩，食到當好食。還有食到當上該對啲該是該炸吐司、牛奶吐司該種嘅口感，真正做當好。你每個種嘅當厲害啊，因為鵝卵哦，咬起來個水就會。 別子那種別開來個感覺當好選。好，中國我哋一個魚標好東西，有個東補，按用睇下好唔好？那我哋種料理嘅方式咯。前輩係1比1，馬上出嚟進行最杯面一罐嘅挑戰。八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一罐唔但淨係比面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 到底愛吹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講到料理呢，當初各種食材都看過，啊唔過呢，用嘅係用那個一個煲。係啊，層出不窮，驚喜，吼！而且這個我有感應到了。誒，哪個東西？我有猜。看看你睇個什麼好咧？應該係拍槍嘅。哎，厲害哦！因為透視眼係哦。對。而家打開咧，本大家看下到底係乜東西？就係菜香板。蘿蔔板。真係拍死㗎。你好過年哦！
这个萝卜白我剪了剪到有擦擦的。系啊。各位本地有冇酸蓉酱啊？走，好赞韓國哋菜頭到蝦家地步哦，係凍蟲肉加嗆菜，因為菜頭就好彩頭嘛。對。係啊，咁我哋菜頭版除了那類餞字外，還做得做變化哦。我只有種餞就最好嘅呢，你知道還有乜嘢？水稻加卵啊。一般蘿蔔飯就用鹼青後生。對。但是迄講我做些變化，迄愛花我可能會來切。切角的一堆堆，炸過也炒金沙。你把它的講走了呢？炒金沙哦。炒金沙。哦。鹹香哎。哎，好讚嘅，真係很讚。因為家邊你也好在想看哦，就是你這個菜頭版，還做其他咩變化冇？今日做咧做嘅 SO 醬，炒嘅蘿蔔糕。今日做咧上街做嘅台南嘅棺材板嘛，然後佢別講地方講用嘅濃湯啊，用乜嘅。做得，你要去做得，你要去做得。不過佢很難困難的定型啊，吼。講啊，你要別一隻空嘅時間，你要外皮要做得破過其實變硬咧。哇，他是真的有想法的哦。阿妮咧，我堅持。用剪呢就，剪後就清好色的啊。其實大家就冇講到，你菜頭版哦，咪做得那類煲湯啊、煮湯凍好食啦。也可以哦，煮個米粉湯啊就不用落去啊。係啊，兩組做得先嚟上看一下，你菜頭版做得做埋個重新嘅想法咯。冇唔錯，那啲最傳統嘅客家蘿蔔飯嚟做變化，馬上嚟進行最不迷關挑戰。哦，要蘿蔔飯做做埋變化呢？馮翠帶來菜苗都嘛該。蘿蔔飯這樣呢？哦，這樣呢啊，邊夾嘅芡嚟哦。好，馮翠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看看一下咱翠梨片嘅創新想法係嘛嘅？今日要做嘅菜苗按到三角菜頭盒。盒。應該是去談過韭菜盒，冇談過菜頭盒。我只有看過珠寶盒誒。哦，你看的比較多啦。珠寶盒。咱哋等下嘅比賽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加油哦！好，看起來呢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啦，綁起來咯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走。哎呀，這隻白嘅蔥頭係嘛？係豬蔥啊。豬蔥，哎，這超香的，我超愛的。我在自家種嘅係哦，自家種嘅。哦，這個是沖繩的特產誒。不過你要套出來，他們不用哈金哦。比較豐富啊，口感比較好啊。也比較貴啊。係啊，比較貴啊。啊，這樣種嘅菜嘛。係啊。你要變到幾地度去啊？哦。我叫佢做鹽嚟就錯嘅啦。做鹽嚟係啫。咁又冇打餸呢？一定係按落去。別種啊。落去炒。有冇你唱出來菜色啦？用啥都安尼變有事做可能安尼。係哦，那今年發冇水好哦。沒有。更香啊你。有沒有偷偷問周公？韓國講看一下，記得有哈金哦。同時。我切都按舊哦，還有保持它那個顆粒口感。很有口感啊。咁係乜嘅款？太白粉。便宜款。做乜嘅會加偏離粉啊？哎呀，因為凝結啊，當做鹽一樣做魚。他們鹽 Q 哈。我常常講笑話，空氣也會凝結呢。哦，係啊。他很哦，很敷衍。哎，撈全亂落去哦。全亂。哎，用同時啊嘛冇，又係講蘇拉嘅手套。用手抓佢。做睇下做得有些唔怕。睇看緊暖風嘅什麼凍河款，係土雞蛋哦。土雞蛋哦。誒，等下你喺度留嘅蘿蔔飯碾水來係冇？哦，那炸個火山啊！誒，這很厲害耶！等下用泡嘅樣用誒。等下用泡過這樣來燴，來燴。所以你需要凝結啦。好，先幫你準備一下。等下我倒上來啊！好。這好讚，這好讚！哦，兄啊，這個家下狗一款世界風水凍厲害呢。我們這邊有什麼可以撈去表一下誒？哇，有個菜葉誒，睇下嘛個菜葉誒。梗係乜嘅啥噃？蘿蔔葉。蘿蔔葉。這個種嘅係冇？蘿蔔葉我們自己種了，有機的。有機的。哇，讚哦！所以你看，很符合主題哦。我們在講菜頭板婷婷，還有菜頭肉。啊，還有那個花，那個花，哪一個花？哎呦，那個蓮花啊！哎呀，裝飾。這個攤走剛剛拿咗來嘛？來了，天天一買哦。兄啊，這你這，你家裡吃飯也會擺這個？有啊，請客要啊。像你那是剛好呀。講講的啦。哎呀，
啊，走修片的小千哥，哦，那切到悠悠啊，你那个要做什么？干嘛扭？比人面他太呢？对啊，那个红烧肉，我们拿起来不台要看一下。这个是几卡路的吗？对呀，就用红糟酒、蒜蓉去腌制，要剖去了，这样剖。你看，它就黏梅呢。金菇的嗰個再個剖去啦。張温煙味啊。咁樣真嘅煙。煙啊。煙當煙味當，煙當剖。按准平安太平排哥，咱永远失去用的一点甜甜。咩嘅？我用薄的。哦。安尼就辣。用薄的。薄到最要皮啊。三角盒啊。要做三角盒。用嘛个皮来包啊。用个偏西皮。用偏西。馄饨皮。用过很美色的白果啊，长得香。对啊。薄到底度啊？现白，哦，没白啊。有白的。哈密不是切的。哈密有切啦。那还切到揪揪啊，用啊。也有啊。要下去啊。哦。佢包好，佢該要用鋪的啦，係嗎？包好的我裝火鍋。哦，炸火鍋。哎。好，等下你給我多上來哦，哈！加油！哇，好漂亮哦！這當中章魚小丸子哎，我有醬料呀，媽媽呢？有。你有做乜嘅醬料？兩個。哦，有一種大。你要用頭毛豆醬去調啦。一條，嘿。你給鳳梨愛做乜嘅用啊？用燴的時候要加。燴。其實要等下嚟落去以後嘛，唔咗啲人嚟強一件轉件嘢，佢點樣會變嘢？佢點樣會變到件嘢？真的。但是都期望成型定型的時間，最變嘢，佢就會見到件嘢。真的有變圓。這有沒有想到張媽媽的大豬小豬落玉盤？真甜哦，色香味俱全，冰都不會傳糖，除非很靠後生。要不要我幫你偷一點那個番茄糊？我們用完了。這邊有啊。真的有變圓。這有沒有想到張媽媽的大豬小豬落玉盤？真甜哦。我嘅啲味道很就比我成個最後嘅爆粟米。記得你要詞窮啊，就得個做個獅子頭有冇？用個豆腐落去佢還有粘性。大豬小豬落玉盤誰愛用做呀？要過來個文麼？要不要給那個秀春姐？要分菇。因為咧菜頭版啲味要加粉嘛，所以等下鋪過之後，啲外味未擦擦啊用。一片冇擦擦。呢度嘅頭毛豆醬就都冇強用嘅。就用你係番茄糊係冇？要加蒜頭啦。哦，特制醬啊。蒜頭啦。特調的，好哦，剛才用差唔多，但係攪佢就收得嘞哈。剛才你選過來咯哈。哇！僅僅就調個水餃的那種內餡。對了。太厲害了吧！熊蘭姐，你本身係做乜嘅條路嘅啊？你係咩開傳堂？餐廳的有做過。哇，夏天誒，煮早餐。傳堂做過啦。早餐哦。早餐啦。早餐。哦，做早餐的啦。如果你做早餐，像你啊中式的料理，永遠很強啊。大部分都是中式的早餐，大部分都中式的。哦，我看你弄的那個膠水是什麼？那個麵粉。膠水。麵粉。我今日我做三個。鹽啊。哦。對啦。等一下火鍋過後還會調醬料嗎？我用乜嘅調？tomato 番茄醬我的。tomato 要不然番茄醬。要不要我幫你偷一點那個番茄糊？我們用完了。這邊有啊，你看這邊有啊。你們有哦。係啊。是他們偷我們的，對不對？有。所以你要做啲鋪咧啊，哈。問題讓你來過來。你要做啲鋪咯，要時間咯，哈。你要揾嚟凍過嗎？冇聽過。冇聽過。按差唔多咧。我啲聲控雞片好咧，好，你鋪一下。好漂亮哦！哇，該下種啊，它就挑嘛個，出了水啊。蒜頭安尼磨成泥啊。它就加通嗎？有加通。我在想哈，但是料理係咪日水咧，有冇同好食？有啊，有時候比濕來。係啊。那這樣加下去，係咪是差唔多嘅？差唔多咧啊。太高溫。那你們的風力應該會用？太高溫要怎麼辦？
太高温要怎么？怎么关掉？关掉！关掉！关掉！太高温就这样拿起来，关掉。拿一了，对。好，刚刚差不多，你来倒数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熄电灯。等下马上就吃吃看，那样呀，老配版点出来嘅创意料理，那就较赞的哦。好，有一個客家最傳統嘅蘿蔔飯嚟做變化，你看一下，也可以見看唔出蘿蔔飯簡單嘅形嘅哈。好，現在風吹一開始嚟試試看啦哈。這底部是吹東風牌啊！而且哈，客家佢用蘿蔔飯用咗容易破過後，唔係那個底度係魚漿嘅，當蘸到嘅口感，很扎實，完全睇唔到係蘿蔔飯，可是有嗰種蘿蔔飯香味道啦。佢就是中央嘅料理冇簡單呢。你想想，我們4個剛才在看蘿蔔飯的時候想的那些，全部都大家猜得到的。你看，這相對也冇簡單呢。你就對啲變錢嘛，太蒙太家款樣嘅煮較好食啊。哦，係啊，你安尼煮還唔是做過啦，不過是做看啊。較好講的喂，做較久，唔過當好食，生意當好哈。係啊。邱成記，你知道嘞？你剛剛在切東豆呢，要費很多工。变一些料理，像这样的小丸子来换换口味，这样好食冇？好食，好食哈！今日風吹做了頭才引起到用辦呢？又是一綿密嘅。假使冇講吹頭辦到唔啲吼，睇唔出來。吃得出啦，但是它綿密啦，有一幾大山呢。哦，小千哥誒，色香味俱全，比萝卜傳糖煮的更加好食。哦。不過吼，強用係tomato醬哦，藍水裡片，哎呦，cái rang面哦，哎呦，動態哦，家家都喜歡。好，嚟試試看哦。好多檔薯仔哦，咔吱咔吱呢，呢都係香哦。用啦，即係自家滷嘅紅糟排骨哦，冇關樣嘛，又甜又香。而且呀，嘅蘿蔔飯包底都有些像係嫩豆腐誒，因為佢破過後啊，嫩嫩呢，當蘸的，而且想不到底都不用蘿蔔飯。很有創意哦，魏球靜，你知道那樣辦？真好食，還蠻試過安尼做安尼醃，係啊，過安尼醃啊，過安尼破過還蠻試安尼做的，真好食，真香。好食哈，佢哋都會料有鮮白香哦。哦，古手上我也有加貼片香啊。係啊。秀成姐，哇，秀成姐吃很快哎，好吃是不是？里面的料炒到很香，外皮很脆，好吃。对，Q 感有懂各种编法，对，好吃哦，这个你们可以学回去啊。不过它里面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其实可以卤的嗰種紅燒肉，我要加做火鍋啊呢，好好食。咁除到呢都要把握到嘅食材嘅特色，因為嘅菜體好辦啊，嘅軟軟嘅、綿綿嘅，咁個嘅排骨係 QQ 嘅，咁個要表嘛嘅香菇啊、蝦米啊，那個香氣提升。對啦，係啊，太香。你自家吃到咧？我吃了一會吃。有咧，觀眾朋友冇食到啊，然後記得講一下嘅口感啊，嘅香味啊。吃過東道迄個食材，像水餃皮，個潤餅皮、米堡、鍋巴，全部試過誒。係啊，做餛飩皮、片絲皮，像親子適合。係啊，我提一擺看到2位師傅食到凍強力哦，等一下看幾條應用版去拼粉哦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請阿志勇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大家都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。因為這個係風水。我以為會平手誒，志勇哥搶公平。今日也用出來整人2片攏做到有特色，但是我先風吹係因為講今日主題係蘿蔔飯，風吹也用出來食起來較有蘿蔔飯的味絲。雖然2片都已經變形了，但是一片較有味絲。加一片三角河，底部的蘿蔔飯可能量較少，也很樣較無蘿蔔飯的味絲，所以我選擇風吹這片。哦，阿鳳哥咧？哦，我無本街風吹吼，其實我上班未老始終講差唔多強咯。佢會蘸個比例有啊，蘿蔔糕的比例下蔥下豆，佢有做個醬汁，未當好是醬汁挑到當好，佢有加埋個番茄醬，還有加蒜頭，好多未嘟嘟好，你用未嘟嘟素安用嘅吼，我冇
蓝队其实当可惜的地方是什么？其实佢解萝卜干因为做咧切地，因为你解出面用到盒子嘛，盒子因为做咧从解萝卜干切到一档咧没做得，红枣都因为做到解细地安样爆落去是好咧，安是都有解红枣豆的口感，还有解脆条板的口感，安是冻吼，是这差多安用嘅啦吼，用片都做冻哦，哦，很大宋哦，因为俺吃到蓝水的咩正经当好食安呢。不过大家都有学到诶，都可以给今后嘅学习，马上就要颁奖喽！耶！好，因为比赛出来啊，风水得到3分，蓝水得到1分，现在恭喜风水得到3000元嘅奖金！好，大家来看一下蓝水的下吼。得到嘅礼物就当好，第一项系不吸水木纤维砧板，第二项吼系非常嘅少女嘅送本，送本蓝水的俩系北欧粉彩汤锅组，非常好看哈。这个粉红色好漂亮哦，对啊，好浪漫哦。好啦，要两组呢都皆大欢喜，看因为今日就抢不看人，做油宝嘅抢下用公年要到诶，啊，几两三毛迄抢下就拿钱抢下来分享啊呢。好，现在唐坤那风吹贵秋季礼拜参加心态老太姐讲一下。真感谢伊家资助不咱的机会啦吼，啊，忙是参加录样的吼，录样吼，我紧张啦，都配扮小丸子哈，呀，一听到就注本给关怀据点给，对。哦，恭喜贵秋季，谢谢。秀成姐，要不要参加心态老太姐讲一下？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，心里会很紧张，给我们机会参加这个节目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恭喜。好，撒下咯，访问一下吼，唔知你一下喊個金鐘嘅，用嚟阿姐。雖然提一擺參加啦，不過吼，土地嘢嚟強下來，就嘛感想啦，嚟大家分享一下嘛。多見多聞，哦，當好嘅機會。係啊，互相交流一下。大家今日未做啲學得到，你煮嘅52塹嘅炒米粉啊，哦，我到現在還唇齒留香呢。謝謝。哦，真經當好食，恭喜！謝謝。好，撒下來問一下哈，小千哥，今日讓阿妹強下來，那個感覺一定很不一樣，讓大家分享一下好冇？感覺也拜專去做啲傻屁咧，做啲同年沙，講人我要送天使啊呢。哇，好，恭喜恭喜！謝謝。两组都表现到同赞的，韩哥，我就有一个同感同的事情，就是讲，今日当认真看待的比赛，之前的准备好都不能你只有讲同感同，用去唱歌来研究吃菜，其实这个过程哦，真然比结果还较重要诶。对啊，虽然係提一擺來哦，不過吼第二擺來吼，個感受天才冇強咗，歡迎大家夾來報名參加哦。依家資助等等你搶下來，分享讓我開好面試咯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